记者综合报道。台南市有40多栋历史的大台南观光城，化工要拆已经化真久了。最近因为安全的问题，市政府佮暗算要来拆，也毋过打商是强烈来反对，对安置的计划嘛无满意。因为有一寡弱势家庭住伫观光城，所以真歹处理。市政府是表示讲会继续沟通，望讲赶紧有共识。 今日去厝内面，毋但规个天棚、规个钢筋拢走出来，涂骹竟堆满了规个暗涂腐，就连支持厝的条啊，嘛出现粉野，看起来是真惊人。而这个地点是已经有40多栋历史的大台南观光城，市府是拍算拆除，不过摊商是真反对。因为也有回忆啦，还有感情啦。现在我们都已经有上了年纪，也不能做，都交给第二代。第二代刚刚要接，就要发生这种事情。 真正替第二代嘛，都把头都死掉啊！我们当然是不希望拆啊。说实在的，40年了，我们这边都已经深耕蒂固了，而且这边又离工业区比较近，那我们生计全部都在这边。那你叫我们迁，我们要迁去哪里？对啊，他要头上照顾，看找个地方给这个摊贩哦，可以有生意做了。 大围上的老相片是大台南观光城皇宫开幕时阵所翕，40多栋的经营有感情，更有关伊的身价。不过当初时，市场就兴建伫个河道用地，排水的沟仔顶面，年代是真久，经过3处专业的结构鉴定，拢有安全的疑虑。这个建筑物即使是在水利用地底下，等于它是盖在那个箱涵的上面。那这个箱涵其实经过40年之后，我们找专业的那个技师工会下去鉴定哈。 那也看到氯离子超标、混凝土剥落、钢筋裸露，那整个箱涵的那个承载的重量的强度其实已经都减弱了哈。针对现有64个摊商，市府是提出搬迁到优良公有人寿市场，以及使用费减免的优惠方案，并且协助相关搬迁的费用。但是摊商质疑安置计划不符合摊商的需求，双方是无共识。加上市府的态度，让摊商唔敢投资建物的改善，环境是一天比一天歹。市府今年底想要拆，恐恐都要达到双方的共识。记者郑宏达报道。